現年42歲嘅前香港先生冠軍高君賢，前年同圈外女友黃子曼結婚，上年更迎來女兒高子琳，一家三口現居深圳。上年12月，佢豪擲2250萬港元購入九龍塘筆架山1號3房單位，直言希望女兒將來入讀名校。不過近日高君賢突然喺社交平台連環發文，控訴遭舊業主無理扣留8萬港元租屋按金。佢以客觀睇香港租務制度為題，指自己同家人租住4房單位期間，每月準時交租，退租時亦盡力還原房屋，但業主卻拒絕退還按金。高君賢同太太唯有循法律途徑向小額錢債審裁處申索，點知上庭時竟發現制度漏洞，只要業主拒收法庭掛號信，法庭就無法證明對方收到傳票，案件無法即時判決。佢直言程序繁瑣，案件可能拖延1至2年，申索人甚至要自費數千元刊登報紙替代送達，再重新排期。高君賢指出，涉事單位退租不足1星期已成功租出，足證自然損耗，唔應該成為扣除全數按金嘅理由。佢感慨，雖然8萬元對自己生活影響唔大，但如果換作係普通家庭，急需按金交新屋首期或租金，制度是否能真正保障到首發租客？高君賢呼籲，小額錢債制度應該檢視如何更高效保障消費者，避免被濫用成拖延手段。另一方面，高君賢近年積極喺香港同內地發展，除咗開設咖啡清吧，仲同太太直播帶貨，並計劃喺深圳再開燒鳥店，事業搞得有聲有色。